你冇見我成日拍呢啲街景啊？其實我成世仔咧都未住過呢啲咁近馬路嘅大廈嘅，因為由細到大都係住一啲山區啦，可以話比較偏遠啦，所以習慣咗空氣清新嘅地方啦。所以其實普遍香港地大家覺得好似好逼仄嘅環境咧，慶幸我係未住過一啲即係比較舊啊、比較逼仄嘅地方。當然唔代表我細個嗰陣時屋企好富裕啦，縱使嗰陣時係住安置區及公屋啦，但係個環境其實都遠比呢啲住喺大馬路邊啊，又或者係呢啲舊樓嘅環境咧係好嘅。所以作為一個香港人啦，其實我自己係冇住過呢一類咁樣我哋叫洋樓啦。咁啊，大家幻想中覺得香港好逼仄啊，話好有營養嘅呢啲舊樓啦，咁其實我自己都冇一個居住嘅體驗可以分享到出嚟。我只可以話咧，平時我行開呢啲旺角啊、大角咀啊，又或者係西環，其實都係啲咁嘅環境嚟嘅。所以大家可能一諗起香港就會諗起呢啲咁嘅地方，係咪就會覺得香港好逼仄？係香港其實都仲有好多地方，譬如話新界啦，譬如話馬鞍山啦，又或者係大埔啦，嗰啲地方其實都係，或者係元朗啦、屯門啦，其實嗰啲地方都唔係咁樣啊，嗰啲地方都係好空曠。所以大家印象中認識嘅香港咧，呢啲只不過係一小部分，仲有好多好多好廣闊嘅地方，郊區嘅地方都係有好多空間，有好多花花草草，呢啲好逼仄嘅環境有好大嘅唔同啦。